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講嘅話題，一集送出嘅話題，就係探索事件開始。我哋今日講嘅話題咧，係來自事件嘅名人嘅名書佢嘅即係講嘅咁好多名人咁名係來自事件嘅想講嘅就話題大家睇下呢隻牌總共有12名人首先講第一隻第一隻就係岩石山岩石山咧係太極法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名書咧又係來自事件嘅來自事件嘅泰雅廣漢佢嘅標題係在262小時間講個高知文人石山圖騰係乜意思咧即係講祈高文德嘅祈高文德走出祖宗黐你山同埋沃土，即係講咧如果而係即係講上祖宗咧用名暴風雨嘅即係解意思嘅天嘅就咧就係趙作人幾年天嘅就趙作人咧佢來自係泰雅佛婆230兆天230兆趙王蘇寇家不作人乜意思咧即係講趙王長蕭蕭好多人咧愛戴佢培養嘅人才咧也因為擅長即係講咧蕭益佢哋百姓意思再來就咧莊文天頭先講嘅趙作人咧即係大家都明白㗎即係魯迅呢隻莊文天即係以前總統黨嘅總書記即係講共產黨嘅領頭人佢嘅名書咧來自小雅學面T884少嘅學面叫教散文語聽嘅幾話意思即係講走集啲嘅有人嘅神學咧才講教即係講教上商量上教廷呢個意思即係講學教嘅上人上教廷即係就咧王國維嘅即係民國嘅名人大家知啦佢嘅名書咧也係來自事件嘅你睇講小雅隻南山T893少咁咧佢句說話就講嘅邊國之君師方思維意思即係講咧太數人士咧係接掌國家嘅同埋太政防佔接掌國家接掌國家太政防佔同埋治理天下嘅寵臣即係嚟就
前期簽，總共應該9部作啊，前期簽啊，佢描述咧有來出事件，就係就係魯肅噴水，290介紹，290介紹嚇，見屁懷疑來生其簽，呢句説話咧咩意思咧？嚇，即係講個懷疑成福後咧身上展爆呢個嘅來生其簽簽咧即係講爆肉嚟嘅再嚟就梁思成梁思成係中國嘅建築專家佢嘅描述咧也係來出事件來出事件嘅上松300人嘅少，唐係家書唐係招架恕我書成呢句説話即係講求上天賜我太平天下太平人民安康意思跟住來我就下面就把劍咧佢嘅係佢嘅呢個小說嘅名嚟㗎佢嘅作家嘅名佢嘅真名咧係李少棠佢嘅書嗰個詩感咩？嗰個灰感唔搞錯嚇佢嘅名書有嚟做少林感堂有其實話就係必會感堂，意思即係講咧跟住後課嘅感堂書咧唔好亂砍亂發，唔好砍發嘅後面係要記嘅我寫上先再嚟就咧傅叔岩來自佢嘅傅叔岩咧有係就好出名嘅名講嘅啦佢描述嚟自泰雅客戶243兆嘅20000使人燒田致富嘅其實話咩意思咧？這個承蒙老天庇佑國家嘅經濟咧萬年長順，即係意思數年即係意思數年萬年長順再來就吳敬梓又就係名人嚟嘅佢嘅名書有來出事件嘅小雅小品會上以子必恭敬子也可以讀字子意思至於講咧上書同埋字書咧一天恭敬子意思即係當佢嘅意思即係講咧對家上要啲崇敬嘅心理即係意思再嚟就咧傅喬木也係我哋國家嘅領導人啦佢描述來自小雅鹿鳴之策發目165兆出處幽谷遷移喬木嘅事件嘅人講嘅發目至於嘅咩意思咧即係講咧佢哋
佢咁講啊嚇，嗰啲上游從個選舉咁飛出來請到搞到九梯嘅書跟上司嗱，就喬木這個後九梯書呢個啲書再嚟就林徽因林徽因咧嘅原名咧叫個林徽佢個名咧林徽因林徽因後來咧本來嘅名咧就係林徽因嘅個名書來自泰雅史冊240太次是徽因節白書南，乜意思咧即係講太次嘅就朝朝嘅就徽嚟嘅佢嘅每意咧能夠繼承嘅話咧就可以咧道生男兒善家門啦即係講意思即係講繼承太妃嘅咁嘅個每意個名義呢個意思道生的個男兒嚟善家門即係講即係而家見到兩年咧又係咁省男嘅也係講假意思啦男人真可以善到家門最後一個佢就也係名言啦，乾佑即係台灣嘅作家乾佑，佢嘅名書咧來自威風木家第64首，投我至木頭，報之乾佑嘅意思咧，即係講咧，以木頭上送，以乾佑回報呢攤講嘅乾佑咧，即係講係美玉嚟嘅即係講按照見到目前嘅啲人嘅意思咧，即係講咧少年得水之恩以用情相報嘅意思有啲總共有12名都係來自於事件嘅還有好多名都來自於事件嘅即係講如果有機會再講呢個節目到此為止，多謝大家。